不是让你们帮这些孩子。我不觉得帮助那些孩子有什么错。爸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这很美啊，这儿的孩子也很可爱的。是，我认为，只有像你们这样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，才能帮我管好公司。可是我们已经决定留在这儿了。之前是我错怪了你，我今天不是非要你们回公司，我是希望你们把这儿变成公司公益事业的第一站。乡里面我已经协调好了，我们将共同修建新校舍，配备师资力量。这些事儿怎么能离开你们呢？杨总，您放心吧，